如果我話有方法可以將你嘅營銷信息直接留喺消費者嘅潛意識入面，你會唔會覺得咁咪真係贏晒？大家好，我係導演 Peter 哥，30年廣告導演、碩士班導師、註冊高級催眠治療師，全部嘅 VHBM 內容都可以喺 Linktree 揾到嘅。其實國際級品牌早就唔係同你鬥產品，亦唔係同你鬥價錢，而係鬥邊個可以更早一步進入消費者嘅潛意識。人嘅選擇大部分都唔係理性分析嘅，而係先有感覺，然後再幫自己揾個理由。呢個係認知心理學入面好清楚嘅機制嚟嘅。影片係目前唯一可以同時影響情緒、注意力、記憶同想像嘅媒介。而催眠技巧本質就係繞過批判性思維，即係顯意識，建立選擇性嘅思維，令信息被內化。當影片結構、語言、節奏同品牌信息係依照潛意識運作方式去設計嘅話，觀眾就唔需要被說服，就會自然咁 buy 你嘅。以前只有國際品牌有策略、有專家、有預算、有研究，但而家係有 AI 協助。本土中小企如果唔學唔做，就只會繼續用理性去對抗人性，結果係一定輸嘅。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之後留意返 VHBM， 即係影片催眠品牌營銷法則100條嘅免費線上講座，同埋付費線上或者實體課程嘅公告。講座課程會教你點樣用影片同埋潛意識，再加埋 AI 嚟達到品牌營銷嘅超高效益。如果有乜嘢影片、品牌營銷嘅問題，都歡迎留言提問，我會盡量回覆嘅。如果公司需要個案顧問服務，都可以揾我。